位觀眾大家好，今日係2026年3月11日星期三，我係邱正，為大家報道今日新聞630嘅專題。中東嘅美以伊戰爭仍然在持續，大家除咗關注美以伊三方嘅戰爭，同時亦都關注呢場戰爭將對全世界產生點樣嘅影響。因為中東係全球最重要嘅產油地，伊朗更係全球第3大產油國。而戰爭導致中東地區輸往全世界嘅最重要石油通道霍爾木茲海峽受阻，導致全球石油價格大幅波動，令人關注將會俾全世界嘅經濟發展同世界各地民生帶嚟點樣嘅影響。法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吉翁本月9日作出分析，認為中東戰爭延燒導致油價持續上漲，恐怕將難以避免重現1973年嘅石油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衝擊。法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吉翁 Philippe Aghion 本月9號接受法國 RTL 廣播電台訪問時指出，如果戰爭持續超過數週，石油價格飆升至每桶150美元以上，可能導致通脹恢復同經濟成長放緩，將會出現類似1973年石油危機帶來嘅困境。1973年第4次中東戰爭期間，阿拉伯國家為咗報復支持以色列嘅國家，宣布對美國等國實施石油禁運，暫停出口並大幅提價，原油價格從每桶約3美元漲至超過13美元，引發石油危機。阿吉翁認為應該唔至於出現2008年全球經濟崩潰嘅狀況。佢認為如果今次出現石油危機，經濟可能會放緩，但不至於崩潰。目前睇唔到會出現似2008年金融危機咁樣嘅情況。石油危機如果真係出現，美國雖然已經成為世界主要原油生產國，亦成為石油淨出口國，但同樣亦都會受到危機影響，經濟會受到衝擊。一啲市場分析人士認為，高油價或將通過影響通脹、消費同供應鏈等，俾美國經濟帶嚟多重風險。美國大西洋月刊3月6日發表分析文章指出，美國經濟嘅警示燈已經亮起。美國大西洋月刊3月6日發表題為《經濟警示燈正閃爍黃光》嘅文章指出，美國正面臨石油危機捲土重嚟嘅風險。美國當下嘅情形幾乎同觸發上世紀70年代滯脹嘅一系列經濟狀況如出一轍。文章指出，近日美國官方發布嘅就業報告顯示，美國勞動力市場2月減少9.2萬個工作崗位，導致失業率升至4.4%。2025年全年，美國經濟僅增加18.1萬個就業崗位，為2024年新增就業崗位嘅1/10。2025年似乎係美國自2010年大衰退以嚟就業負增長月份最多嘅一年。進入2026年以嚟嘅就業增長亦同樣緩慢。美國政府聲稱，疲弱嘅就業係美國驅逐非法務工移民所致，但自特朗普第2次出任美國總統以嚟，本土出生美國人嘅失業率已經上升半個百分點。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日前發布嘅一份報告顯示，舊年最後幾個月，美國經濟增速急劇放緩，從第3季度嘅4.4%降至1.4%，全年增幅降至自2020年疫情重創經濟以嚟嘅最低水準。該機構嘅另一份報告顯示，舊年12月，美國物價同比上漲3%，通脹率增至2024年4月以嚟嘅最高水準。更嚴峻嘅問題仲係喺石油。美國決定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後，世界面臨全面能源危機風險，美國經濟亦將受到顯著衝擊。由於美意襲擊伊朗嘅餘波持續，每日有2000萬桶石油從市場上消失。為應對可能出現嘅全球石油危機，G7集團已經着手準備，包括通過釋放儲備等方式支援全球能源供應。七國集團財長3月9日發表聲明稱，各方已準備好採取必要措施，包括通過釋放儲備等方式支援全球能源供應。當日，七國集團財長舉行咗視訊會議，並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集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及國際能源署負責人共同討論咗當前中東衝突形勢。聲明稱，各方將繼續密切關注局勢發展以及能源市場動態，並將喺必要時再次舉行會議，
交流資訊，並喺七國集團及國際夥伴之間加強協調。除咗 G7 同 IEA 成員國之外，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中國嘅動向亦都備受關注。中國是否會喺呢次危機中動用其龐大嘅儲備，將係影響全球油價走勢嘅另一個關鍵變數。3月10日，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記者會，有記者就中東地區局勢以及全球能源安全相關問題提問時表示，中國對當前中東局勢持續緊張深感擔憂，各方應當立即停止軍事行動，避免局勢進一步升級，防止地區局勢動盪，對全球經濟發展造成更大影響。郭家坤仲表示，能源安全對世界經濟至關重要，各方都有責任確保能源供應穩定暢通，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保障自身能源安全。與此同時，亞洲地區多個國家同地區都密切關注呢次中東戰火會否導致石油危機。韓國總統李在明喺緊急經濟會議上對官員表示，當局應該迅速引入並大膽實施燃油最高價格制度，以壓制油價過度上漲。韓國幾乎所有能源供應都靠進口，大約70%石油貨品都需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實施價格上限嘅舉措係近30年嚟該國首次採取類似措施。日本方面，日本共同社6日援引消息人士報道，日本政府正考慮動用部分國家石油儲備，並可能與其他國家協調行動。另據《金融時報》報道，日本仲喺東京設立一個特別政府機構，專門應對因中東局勢升級同霍爾木茲海峽關閉引發嘅能源供應問題。日本經濟產業大臣兼新成立嘅能源對策本部部長赤澤亮正表示，該機構將帶住緊迫感開展工作。佢透露，日本目前擁有254天嘅石油儲備。另據泰國國家報報導，泰國能源部長日前表示，泰國嘅石油儲備可維持長達95天供應，並已制定咗後備措施，包括暫停出口、提高儲備要求、增加生物柴油混合比例，以及喺必要時進口精煉產品，以應對任何供應中斷嘅情況。此外，印度金融快報稱，美國方面已經給予印度購買俄羅斯原油嘅臨時豁免，批准印度煉油商購買3月5日或之前以裝船且目的地為印度港口嘅俄羅斯石油，有效期至4月4日。豁免令頒布後，印度煉油商已開始購買海上運輸中嘅俄羅斯石油。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孟加拉於上週日開始實行燃油配給制度，規定摩托車每次加油上限為2升。一場中東戰火影響廣泛而深遠，如何應對有可能出現新嘅全球石油危機，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目前需要解決嘅重大事務。戰爭只會對全球帶嚟更大嘅危機同災難，立即停止戰爭先能真正解決危機。全世界需共同努力促成呢場戰火平息，還世界和平安寧。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型嘅小經濟體，國際油價大幅波動，必然會受到顯著衝擊。香港亦必須密切留意，妥善應對，保障經濟民生。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請記住點讚、留言、分享，多謝你嘅收睇，拜拜。